第23章。保羅定睛咁樣望住公會嘅人，話：弟兄們，我喺神面前行事為人，都係憑住良心，直到今日。大祭司阿拿尼亞就吩咐旁邊企喺度嘅人打佢嘅嘴。保羅對佢話：你呢一個粉飾嘅牆，神要打你。你坐堂位嘅係按律法審問我，你竟然違背律法，吩咐人嚟打我咩？企喺旁邊嘅人話：你辱罵神嘅大祭司咩？保羅話：弟兄們，我唔曉得佢係大祭司，經常記住話唔可以毀謗你百姓嘅官長。保羅睇出大眾一半係撒都該人，一半係法利賽人，就喺公會中大聲嘅話：兄弟們，我係法利賽人，亦都係法利賽人嘅子孫。我而家受審問，係為盼望死人復活。講咗呢一句說話，法利賽人同撒都該人就爭論起嚟，會眾分為兩黨。因為撒都該人話冇復活，亦都冇天使同鬼魂；法利賽人卻話兩樣都有。於是大大嘅喧嚷起嚟。有幾個法利賽黨嘅文士企咗起身爭辯嘅話：我哋睇唔出呢一個人有啲乜嘢惡處。倘若有鬼魂或者係天使對佢講過說話，咁樣點算呢？嗰個時候大起爭鬧，千夫長恐怕保羅被佢哋扯碎咗，就吩咐兵丁落去，將佢從眾人當中搶出嚟，帶入去營樓嗰度去。當夜，主企喺保羅旁邊，話：放心啦，你點樣喺耶路撒冷為我做見證，亦都點樣喺羅馬嗰度為我作見證。到咗天光，猶太人同謀起誓，話：如果唔先殺保羅，就唔吃唔喝。咁樣同心起誓嘅有40幾人，佢哋嚟見祭司長同長老，話：我哋已經起咗一個大誓，若果唔先殺保羅，就乜嘢都唔食啦。而家你哋同公會要知會千夫長，叫佢帶保羅落嚟，去到你哋呢一度嚟，假作要詳細考察佢嘅事。我哋已經準備好啦，唔等到佢嚟到呢一度就殺咗佢。保羅嘅外舅聽見佢哋設下嘅埋伏，就嚟到營樓嗰度話俾保羅知。保羅請咗一個百夫長嚟，話：你領呢一個少年人去見千夫長，佢有事要話俾佢知。於是將佢領到去千夫長嗰度，話：被囚嘅保羅請我到呢一度嚟，求我領呢一個少年人嚟見你，佢有事要話俾你知。千夫長就拉住佢嘅手，走到一旁，私下問佢話：你有啲乜嘢事要話俾我知嘅呢？佢話：猶太人已經約定咗，要求你聽日帶保羅落到去公會嗰度，假作要詳細考問佢嘅事。你千祈唔好聽從佢哋啊，因為佢哋有40幾人埋伏，已經起咗誓，若唔先殺保羅，就唔吃唔喝。而家都預備好咗啦，只等你應承啫。於是千夫長打發少年人走咗，吩咐佢話：唔好話俾人知，你將呢一件事報告咗俾我聽。千夫長就叫咗2個百夫長嚟，話：預備步兵200，馬兵70，長槍手200。今晚亥初嘅時候，去到該撒利亞嗰度去。亦都要預備牲口，叫保羅騎上去，護送到巡撫腓力斯嗰度去。千夫長又寫咗文書，大略嘅話：革老丟呂西亞請巡撫腓力斯大人安。呢一個被猶太人捉住，將要殺害。我得知道佢係羅馬人，就帶兵丁落到去救佢出嚟。
因要知道佢哋告佢嘅緣故，我就帶佢落到去佢哋嘅公會嗰度去，就查出佢被告係因為佢哋律法嘅辯論，並冇啲乜嘢該死該綁嘅罪名。後嚟有人將要害佢嘅計謀話咗俾我知，我就立即解佢去到你嗰度去，又吩咐告佢嘅人喺你面前告佢。願你平安。於是兵丁照所吩咐佢哋嘅，將保羅趁住夜晚帶到去安提帕底。第二日讓馬兵護送，佢哋就返到去營樓嗰度去。馬兵嚟到該撒利亞，將文書呈俾巡撫，就叫保羅企喺佢嘅面前。巡撫睇咗文書，問保羅係邊一個省嘅人，既知道佢係基利家嘅人，就話：等告你嘅人嚟到，我要詳細咁聽你嘅事。就吩咐人將佢看守喺希律嘅衙門裏面。